咱来关心中国对台用武力的威胁并无减少。咱国防部就对外宣布，对17到18早起，咱加强发现103架次的中国军机来扰乱台湾，数量是创下新高。总统府虽呼吁北京爱停止这款破坏和平的行为，也不过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讲，海峡中线并无存在。中军继续武力恐吓台湾，咱国防部18公布进行103大架次的强机侵挑，创这几年来的新高纪录。国军以处处是战场的思维，融入实时做训练的概念，提升防卫作战的能力，呼吁北京当局负起责任，即刻停止这类破坏性的单边行为。每年7到9月是中军国战区进行联合演训的高峰期，战略学者认为，无排除是年度计划演习。也有可能是因为强军有新的装备，也有为了要展现武力投射能量，才会增加兵力的规模跟强度。因为它这个多兵种、多军种，然后跨战区的这样子这个指挥管制的能力 ，ADIZ 的这个西南边缘到东南部，它这个区域呢也很有可能是在跟这个也许是山东号航舰的这样一个编队海空联合演习，或者是海空联合对抗。中国外交部伫咧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阵是讲，并无所谓的海峡中线。我要告诉你的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根据日本独媒新闻的报道，美军计划2025年进前，第一遍和台湾迎击规模差不多600到800人的日军部队，伫加州的美军基地接受训练，强化台湾伫咧两岸开战初期的独立作战能力。伊若将要伫咧9月底退伍的美国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里，最近伫咧接受 CNN 专访时阵也讲，若是习近平决定出兵攻打台湾，是犯一个正大的错误。美国将会集体入侵台湾的中国军队。记者综合报道。